俺黑小邓老师，俺黑小琪，小邓老师，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已经有10集喽。10集呢，就代表有10个客家文化单元主题。有很多观众朋友都表示，在台南可以认识好多客家相关文化，觉得非常难得，很开心呢。系呀，你真件爱当什么？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务委员会委托你来直播客家相关的文化，为你睇台南地區嘅朋友，甚至全國嘅朋友嚟認識你客家文化，熟悉客家文化。今天我们节目要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什么客家相关文化呢？我想今本日嚟介紹你客家民俗嘅信仰北公。北公是今天的节目要为观众朋友介绍的客家民俗信仰。錯。今本日我嚟介紹客家嘅民俗信仰北公。北公就是我们一般称呼的土地公是吧？係啊，北公就係你一般講嘅土地公、福德真神。北公也係你客家人非常重要嘅人文精神之一咯。小琴啊，你點喎？在你台南啊，你台南就有一間地下係好多人服侍嘅廟，嗰位嘅人就稱呼係北公啊哦。是不是在我們台南大埔街旁的福德正神廟？我就講咩，小琴啊，不愧係你宋子成三官王嘅當家主保啊，真見係當強哦。在你台南大埔街順嘅福德真神，管理委員會嘅總幹事啊，佢就有說講過哦。從民國32年嘅時節啦，呢件嘅福德真神嘅廟順啊，就有客家人帶走了。後來呢，就唔點樣嘅，就細細走嘅。土地神呢，在你台灣百姓嘅心中啊，係非常重要嘅神明。一般人講土地公，你客家人就稱呼係北公。北公在你客家人嘅心目當中啊，唔單止係講你嘅土地哦，還兼講水、講田、講貴種頭，做得講係無所不幹啊。北公呢，真的是我們台灣人的守護神呢。搶錯高雄嘅民眾啊，萬哪都做得看得到。北公廟也係北公祠，因為為所無窮樣，就有無窮樣嘅稱呼哦。像係坐田頭嘅，就很多田頭北公；坐田尾嘅，就很多田尾北公；坐水頭嘅，就很多水頭北公；還有水尾北公、莊頭北公、莊尾北公等等。小琴啊，你點喎？頭拜年啊，嘅老師佬就冇按過喲，嘅北公嘅信仰啊。就係客家人心靈嘅寄託哦，故所做啲嘅筆筒啦、水樽啊、山行啊，呢下就提點。老名嘅大部分係採用自然景點，也係當地嘅地名。唔過行到那邊啊，有客家人嘅地方所在，就一天有北公，從呢邊就看得出客家人老啲北公嘅關係。是啊，每年農曆的2月初2呢，北公生日的時候呢，民眾就會準備豐富的生禮來祭拜北公哦。就係因為啊，北公老啲嘅民眾嘅關係啊，就像你七家五客嘅世代人同樣。故所在你客家莊啊，而且就有流傳一首客家童謠哦。那就請小鄧老師教我們念吧。來喲，繼續開始來了。北公北婆，北公北婆，無辭嘅，無辭嘅，無辭我，無辭我，辭責阿伯，辭責阿伯，搶皮婆，搶皮婆，煮牛料，煮牛腰，搶羊頭，搶羊頭，愛食，愛食，你就食，你就食。唔識，唔識，我也無奈何，我也無奈何。請你食酒，請你食酒，放田螺，放田螺，酒衫無寬度，酒衫無寬度，轉氣寬，轉氣寬，做得冇，做得冇。北公北婆就係土地公土地婆。佢哋呢就像人哋李莊白瓊樣，係你台灣民間信仰，
当中，老大家最为接近嘅神明。历史童谣啊，主要也係描寫從個祭拜八公嘅時節啦，冇準備鋪排嘅雞肉、鵝肉來敬拜，搶帶一隻從皮培養嘅蒙肉嘅鴨尾，又從羊頭嘅豬肉了。其實也有一啲怪嘢，八公冇保佑本地有好屬神啊。他喺想講，請八公是田螺來幫助，嘅田螺水準咪出油，唔是用錢買呀。唔過就算唔記得款，還反轉頭問八公做得轉去款冇。原本啊，祭田司徒嘅儀式係當嚴肅嘅，不過從歷史童謠當中，就變到充滿到搞笑，可見得啦。八公啊，從客家人嘅心目當中啊，就像人哋嘅屋下嘅裝備，係阿公嘅阿公，所以係稱呼係八公哦。講定啊，人哋好客自家天師學院根本嘢就講到了咯。而家我啦，人哋觀眾朋友講，上來了哦，上來了，上來了。